谢志，作者林傲真，插画吴志根，橡树林。在遥远的东南天空，有6颗闪耀的星星，那是正义与生命的守护者，神圣的谢志。这些星星就是谢志的化身。谢志在世间和平时第一次降临大地，人们说他是天上的太阳派来的，称他为谢志。谢志只吃深山森林里的黑莓果，他身上覆盖着青色的鳞片，散发出阵阵香气。谢志的头上长着一只发光的角，谢志的角坚硬而有力，那是守护世间正义的角。谢志会站在弱者和正义的一边。如果有人哭泣，谢志会立刻跑过去帮助他。如果看到欺负别人的坏人，就会跑过去用脚把他打跑。遇到人们发生争执，谢志会睁大眼睛在一旁守护。有谢志在的地方，即使力量弱小也不用害怕。没有人可以随便欺负别人。不知道对错时，人们会问谢志。有一位贤明的国王希望能借助谢志的智慧，请在我身边帮我做出正确的判断，不能让百姓受苦。谢志默默地守护在国王身边，他帮助国王甄别奸邪，推举贤良，确保没有人蒙受冤屈。然而有一些人却讨厌谢志，那就是妄图随心所欲掌控世界的卡卡将军一伙人。卡卡将军一伙人肆意掠夺和欺压百姓，他们知道只要没有谢志，就算是国王也管不了他们。卡卡将军和他的手下在深夜偷偷来到了谢志睡觉的地方，他们想要扑上去夺走他的性命，但谢志睡觉的地方却空空如也。正当卡卡将军和手下们茫然失措，东张西望的时候，不知从哪里传来了谢志洪亮的笑声。卡卡将军和手下们吓得惊慌失措。谢志漂浮在半空中，身上绽放出光芒。抓住那个家伙，干掉他！立刻放箭！卡卡将军话音未落，谢志就俯冲下来。谢志用脚猛地撞向了卡卡将军，惊恐的部下们向谢志放箭，被箭射中的地方流出血来。谢志俯视着倒下的卡卡将军一伙人，这群心怀不轨之人掌握着人们的命运，实在令人惋惜。谢志飞向高空，绽放出明亮的火焰，然后火焰逐渐熄灭。谢志返回了天庭。随着谢志的身影消失在黑暗里，天空中开始下起雨来。雨越下越大，直到第二天早上，天仍然没有亮起来，雨不仅没有停，反而越下越大。哎呦，难道天上破了个洞吗？老天爷一定生气了。人们知道是因为卡卡将军那伙人，谢志才离开的。他们对企图除掉谢志的卡卡将军和他的手下们充满了怨恨。国王将妄图隐瞒罪行的卡卡将军一伙人全部抓起来，关进了牢房。雨下个不停，
储蓄和房屋都快要被冲走了。谢之大人，谢之大人，快让雨停下来吧！请您息怒啊！回到天庭的谢之无法对人们的祈祷置若罔闻。雨停了，明亮的太阳再次露出面容。人们放下心来，欢快地跳起了舞。他们向谢之鞠躬，感谢他赶走了欺压百姓的坏人。人们十分惋惜，曾经坚定守护他们的谢之回到了遥远的天庭。后来，人们制作了和谢之一模一样的雕像，立在宫殿大门两侧。进宫处理国事的人都要在谢之像前下马。他们要把手放在谢之身上，立下誓言，发誓要以正直的心处理国事。在遥远的东南天空有6颗闪耀的星星，那就是谢之，是谢之星。当新生命诞生时，谢之星会洒下星光。当人们发生争执或者弱者受苦时，谢之会默默地俯瞰人间。他竖起身上的翅膀，鳞片和头上的角，想要像风一样再次来到世间，帮助人们。